有学生团体根据第一线观察学校本土语言教学状况的经验，编出一本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白皮书，供俾予政府来做参考。建议咱应该要针对无同程度的学生分级教学，嘛要加强补助本土语言的出版品，营造整体社会本土语言的优胜环境。 自111学年度本土语言课列日考纲必修开始，不时引起侪家长讨论。由各地学生组成的民间团体 @youth， 根据因第一线观察台湾本土语言的教学状况，因提出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白皮书，对政府的语言政策提出建议。亲像因发现，教学现场常发生学生基础差伤济，致使教学品质无好的问题。因建议通按照程度分级教学。在假设你有6年台语基础的程度下去编撰这个课本，但可能很多人国中第一次看到台语课本，那就会对这样的内容产生学习上极大困难。学校人够多的话，它可以直接分班，可能光是一个台语或一个客语，它可以分成3个不同难度的班。目前本土语言课程在中小学阶段是必修，高中嘛有2学分的必修课。脱离基本教育阶段了后，民间团体也建议要更加积极去推动本土语言的社会环境，亲像鼓励大学开设本土语言课程，扩大补助本土语言艺文出版品等等。本土语言文学是较无市场的，这是现实，所以咱希望政府会当补助和本土语言文学会当搁继续的出版甲创作。文化部、教育部嘛有派人参与，各教院针对教学状况回应，要咧想办法改善台语程度差异化的分级教学。其他部会嘛表示，会甲兵团的建议甲反映的问题早点去讨论。至少今年我们就编了15亿，然后再推我们整体的这个本土教育的部分。那我们目前大概已经培育了大概2.8万名的这个本土语的相关的师资。学生他有可能在不同的一个学习阶段会选择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学习，那这边的一个落差就会产生，所以这个部分都需要我们继续要积极来努力，就是说如何在教学现场去做一些比较差异化的教学。另外，民团也呼吁立法院赶紧通过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设置条例，和国家语言发展中心成为发展本土语言的核心单位。现场有出席记者会，立委表示会在新会期赶紧推动。记者官林玉凯台北报道。